一起压下来，胳膊这样撑上去，另外一只手这样搭着，看我就可以了啊。太好看了，下巴抬高一点啊。OK， 非常好。往后看，后面有人。对对对，好。腿这样子踮起来，对，头打开。对对对，好。或者把脚这样子搭上来，然后身体往前冲，看着这个方向就好了啊。往这边看，对对对，很好。OK 啊。拖上去，好，好，这只手放在眼镜上，然后我说1、2、3，你就回头看我就可以了。好，1、2、3，回。好。放在这儿就可以了。看一下你的指甲，对，非常好。拖着，在这里，然后回头看我就可以了。很好，哎。在墙上面。仍放任我做好夢，對對對，好看我，對，很好。看你手指的方向，但痛。如果你知我苦衷，何以沒一點感動？誰想到這？